迎收看《狗狗讲哈喂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来到动物之家，里头呢有很多可爱的猫咪，还有狗。狗就是狗，狗就是狗。为什么来这里呢？因为呢，现在认养有提供免费疫苗哦，带您了解。这些猫咪都很可爱，但有的被弃养，有的等待被认养。除了猫之外，也有很多的狗等待一个好主人。好多可爱的猫咪跟狗狗哦。组长，他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他是男生。他完全没有要看镜头的意思，他害羞。那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没有，还没有取。你要不要帮他取一个？那我们就叫他 ，Hello， 你要叫什么？叫黑石头。动物之家希望本狗杂肉，温暖改不卡。幸福转运站就是希望呢，让我们的狗还有我们的猫咪都能够幸福，对不对呀，组长？对啊，所以我们台北市啊动物之家啊，就是从102年就有会头志工、宠物店，还有动物医院。然后呢，有成立幸福转运站，我们希望帮我们动物之家毛小孩能找到一个幸福的家。那也希望各位就是如果真的要以认养代替购买，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毛小孩，希望能等待一个快乐的过年，能给他一个温暖的第二个家。因为呢，像是台北市啊，光是狗的部分呢，大概就收容了有2-3千只，对不对？那猫咪呢？猫咪也有1-2千只。所以真的很重要哦，要提醒大家认养代替购买哦，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毛小孩，也就是呢，让我们的狗跟我们的猫咪能够幸福幸福。为了让毛小孩有一个温暖的家，除了原本的5个认养机构之外，今年多了19个地方，总共有24个认养地点，让民众认养更方便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喜欢这些毛小孩呢？他们真的就是我们最忠实的好朋友，记得要好好善待他们哦。在这边，明珠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新单字。来看到第一个单字呢，就是狗，狗，狗。第二个呢就是幸福，幸福，幸福。第三个来学一整句话哦，让狗也有温暖的家。本狗家住温暖嘅屋卡，本狗家住温暖嘅屋卡。记得要好好善待你身边的毛小孩哟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